你哋有冇一啲感覺呢？生活一旦好咗啲，就會莫名其妙搞到啲煩事呢，就搞亂晒你啲情緒，就覺得命運喺度捉弄緊你，你又無能為力噃。八姑同你講，呢啲問題其實好容易解決嘅啫，只要你聽八姑以下講嘅說話，命係可以改嘅，但係只能夠自己改。人嘅命格呢，就好似一個框架咁，既然係框架，就一定可以打爛佢嘅。逆天改命最重要嘅係，當你覺得命運唔好嘅時候，唔好去抱怨，停止手頭上一切非必要嘅事情，等自己嘅腦筋靜落嚟，即刻喺屋企搞衛生將台面執到靚靚咁，跟住就出去門口，出去睇下大自然嘅風景，將啲陽光同植物清晒自己啲霉氣走。人呢就好似物體一樣，要定期消毒㗎，等啲污濁氣排出去，等自己雜亂嘅台面搞靚仔佢，亦都係清理霉運嘅方法之一。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要學識改變自己嘅思維方式，特別係同父母嘈交嘅時候咧，唔好大嘈大鬧啦，換一種方式去對待問題。假如你同父母嘈交嘅時候黑口黑面，問你兩句就好唔耐煩嘅話咧，唔該你停止呢種行為，同父母好好咁溝通一下。俗語都講啦嘛，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寶，你對屋企嘅寶都唔好老天爺又點會幫你啊？八姑講咗咁多，其實係想話俾你哋聽，要想改命，第一就係要從自己嘅身上落手。正所謂一屋不掃，何以掃天下呢？如果你連自己身邊嘅事都唔能夠處理好，何談天下呢？第二要從身邊落手。你諗下，一個唔尊重父母嘅人，你同其他人相處都唔方好得去邊㗎啦。其實人脈同埋氣量係好重要嘅噃，對父母冇氣量，對他人自然都唔會有啦。咁又談何人脈呢？呢個對事業係好大嘅障礙嚟嘅。覺得八姑講得啱嘅，記得點讚收藏，轉發俾你家人朋友們，等佢哋都可以跳出呢個框框，逆天改命。